镜头转来咱国内，继续来关心大罢免的消息。即马大罢免就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昨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去新竹宣讲，反制大罢免，嘛甲市长高虹安来相挺。也那南洋立委王宏维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做伙去扫街，伫个路09支持。也那罢免王宏维的团体是继续伫个街仔路举牌啊。 你好，王宏维好，对，李世川北。甲民众握手致意，也有看到身躯挂笔落去。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未前可能的罢免3阶投票，15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合体扫街，呼吁民众投无同意罢免票。另外一边罢免王宏维团体也坦白日，伫街路举牌啊宣扬罢免理念。早上呢，我们有坐游览车送车，然后也有做小蜜蜂。那我相信这么多的活动，给王委员非常大的压力。就也是预防这种千篇一律啊，天天无日无之的这样的造谣。王宏维也透露，台北市长蒋万安日被下斗阵徛台所讲反罢免，台北市50人会面临可能进入3阶投票。蒋万安即前夫一人讲起来，佮继续向罗总统喊声，应该停止罢免，应该即刻的对于正在进行的罢免悬崖勒马。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像民进党这样发动无差别式全面的大罢免。台北市拿着立委情形无同，原本也伫罢免风波当中，立委吴思瑶5派役，罢免案拢伫最后关头宣告无成立。5派役15就伫放假展开感谢之旅，成功挺过2罢，就开始了在地的感谢之旅。新竹市南会郑正乾甲市长高虹安同款面临罢免行动，民进党主席黄国昌到新竹宣讲，郑正乾也参加，那边搁一摆港台展现合作反败气势。由赖清德所发动的大独裁，就是所有的权力必须要由我民主进步党掌握在手中。31件南会罢免案，查对期限陆续到期，除了进前不分期顶4项，94暗时搁增加业关机。吴虎庭、罗明泰等8项，总共12个南会罢免案无接到报警通知，有可能进入3阶投票。不过最后结果也是等中选会20开委员会来审定。记者综合报道。